那么下面就是讲那个就是第二啊，就是他宗就是无法接触这个怀疑，而是谦行而修学自宗他排宗论点啊，宗论点随之匆匆怀疑往笼罩我心正悲上。那么显现上呢，就是他当时求学的过程当中呢，就是有两种这个情况，就是一种情况呢，当时这个依靠就是一些外道和一些优势宗的论点呢，就是不能满足他的心，反而呢就是产生一些这个怀疑啊，而在他求学的过程当中呢，就是这个潜心求学啊，然后呢自宗的那个就是中观派啊，或者说是自宗的这个对自宗的中观派和他宗的一些优势宗啊，优部啊、经部啊，就这样也可以，或者说是自宗的这个佛教内部的这个佛教的这种教派，然后那个这个他宗呢，就是指的是这个外道，就是这样也可以。那么这个他在温寺就学习这样的时候呢，其实有世界上的各种学说和各种那个宗派的话呢，让他的这个怀疑就是对他呢从中怀疑的话呢，就是覆盖他的心上，笼罩他的心，就觉得呢就是心里的是没有办法分清楚。我们有些道友也是刚开始温寺的时候呢，看这个书看那个书，就是什么书都是看，就是后来的话呢，自己也不知道，就迷迷糊糊的，就是一种就好像分不清楚，就反而就是对很多怀疑呢，就是已经把自己困住了一样的这个感觉已经困惑的不行了，有这种感觉。所以我们一定要选择一个智者的论点，就这一点很重要。否则呢，就我们现在一去这个新华书店新华书店里面就是有那么多的，就是你看宗教的书也天文的书，这个什么样的这个书，如果有智慧的话，你全部可以这个精通；如果没有智慧的话，你越看越模糊了，就最后都实在没办法。所以宗喀巴大师也是先见上的话呢，就是自宗和他宗的就很多很多的这些宗派呢，因为他们说的不是很具体的，最后呢自己的是反而就是有点这个先见上呢，就是心里都有点这个麻烦一样，就是感觉说真正有没有背上的是不知道，但是呢宗喀巴大师也是在先见上呢，就是有各种这个宗派呢，就是对他的心就是带来一种困惑就是意思是好像这个很多疑惑呢，就是没办法这个解除就是没办法解除，所以在一段时间当中的话呢，就是看到就是许多这个论点呢，就是没办法解决自己的心。可能我们很多道友就是希求真理的过程当中呢，也会有这样的。原来我写那个《支海浪花》的时候呢，就是当时问了很多这个知识分子吧，就是知识分子很多人呢，就是他没有遇到佛教的之前的话呢，很多包括一些这个道教孔孟思想基督教许许多多的这种思想呢，就实在是没办法这个解决。我当时要求每一个知识分子让他如理如实的这个给我说出来，不要就是这个中间就是有一些虚构就是我只是在文字上认识，就除此之外内容就必须要把它这个说出来就后来呢，就是真的他们就很多人说遇到佛教以后呢，就完全的已经这个就是通达了。或者我们有些呢，就是在这个小乘的各种这个巧觉性不是很强的这样的论点的时候呢，自己也是解决不了自己的这个疑惑。一旦就是遇到中观或者是大圆满的一些这个发耀的时候呢，完全的是已经通达了自己这个心的本性，或者说直截了当的已经认识了佛教的真正的这个意义。所以呢，这个内容就很多方面都是可以这个理解。所以意思就是说呢，让我们必须就是这个闻思的过程当中呢，要选择就是要这个最精华的、最好的这个论点呢，就是你去着重去这个修学，就是着重去修学，应该就是带有这样的这个意思。否则的话呢，就是宗喀巴大师也是先线上是比较这个困惑的话呢，我们如果照不对看不对的话呢，就是就更加就是痛苦就是希望呢，就是我们这个世间的一些乱七八糟的、实在没有意义的这些书呢，就是不要看的特别多就我原来这个学院里面也是，当时我们专门就是寻找一些人，就是现在真正的这个闻思修行的人，哪些真正没有必要的一些世间的一些杂术，就是看这些人是哪里。后来相当一部分人呢，就是就承认了就是自己的这个所作所为的一些这个所以以后呢，就是我们着重的这个学习呢，就是像那个怎么说就是像那个先宗这边，就是尤其是大乘中观这边的话呢，我们中观这个3个论点都是经常学习，就是到了一定的时候完全通达这个明白的话呢，就已经全部都解决了。就是应该一部2部论点对我们来讲是特别就是重要的，然后还有其他的很多三所呢，起一个辅助作用也是非常好。